西门遗权这3天相当热烈，因为台南美加公安宫正伫咧举办假新年建造大典，人潮满满满。到已经有宫庙拢用心准备祭灶礼，其中以开基林游宫敬献价值120万的银幕，上引人注目。入灶要创啊，迄金额3月按较无遐尔迄啦，是种9月拄啊70年的，伊拄啊即斗做灶，拄啊按照庙娘老姐的能力，这个新幕吼，拢即马真少看到的，用原则银的哦，迄个非常好个啊。这顶纯银幕头围70公分，重量170两，是相当罕见的大型新面幕啊。尤其是替建造主神知府千岁所打造，除了传统的九龙二凤，顶头也个特别结合庙宇的文化背景。因为它是属于王庙，我们也不能跳脱，所以我想说在配件上面，我们多加一些不一样的那个东西，这样子。古玩宫这边就是一个市场，我想说那就上面就很多有虾子、有螃蟹，就以那个水族为主然后就是呈现比较不一样的风格。工艺师开8个月时间用心设计，加上这几档音价愈起愈悬，全新制作当做二造品，更是难得。其实先前也阁有人要求用白银镀金，配好也做一套金正甲，同款引起袂少讨论。也毋过不管安怎讲，拢是互新民的心意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